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8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还有15节。以赛亚书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感恩。希伯来文当中的感恩跟赞美其实是同一个字根的。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思考，因为当一个人若是他懂得感恩，他就一定会发出赞美的声音。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人说，我感谢你，因为当我在最困难的当中，你及时的伸手帮助了我。这句话其实是感谢，但是也包含了赞美的意涵。我们以诗篇118篇第10节到14节的经文来回应。经文这样说，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围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基督徒所要倚靠的是谁？当然不是人啊，是上帝。如同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又在诗篇121篇告诉我们，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既然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帮助，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上帝的恩典献上感谢。以赛亚先知记载了上帝的应许，要让被掳的外来的这个被掳在外国的这个以色列人回归故乡，因为上帝的慈爱。记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得多棒，不是，而是因为上帝这么的爱我们，爱他们，是远离他道路的人，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他的怀抱。以赛亚先知说，上帝要再度对他的子民以色列显出慈爱，选择他们归属自己，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定居。许多异族要跟他们住在一起，隶属于他们。许多国家来协助他们，带他们回到上主所赐的土地，而且要做他们的奴婢，服侍他们。从前俘虏以色列的，现在反倒成了以色列人的奴隶。以色列人要统治那些从前虐待他们的人。我们从经文看到，上帝不但是应许要使这些被掳的以色列归回，他更要差派许多其他国家来协助他们归回祖国。这样的应许不但是发生在旧约时代的
归回，更发生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以色列复国。以色列的复国正式的在1947年联合国大会当中来议决通过。1948年的5月14号，则开始成立了复国的一个运作。从这样的历史过程记载来看，以色列人真的需要好好的献上感谢，赞美主，并归荣耀给上帝。有许多的事情其实是值得我们感谢。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到18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的教导很清楚，凡事谢恩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呢，献上感谢或是感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保罗又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呢，他这样提到，他说我在主的生命里有极大的喜乐，因为过了一段时间，现在你们再一次来供应我。其实你们向来关心我，只是没有机会表示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我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我知道怎么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饱足也好，饥饿也好，丰富也好，缺乏也好，随时随地我都知足。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的情况，但是在我困难的时候，你们来帮助我，我很感激。你们腓立比人都知道，在我传福音的初期，我离开了马其顿，那时候只有你们教会帮助我，有份于我的盈亏得失。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的支持与帮助，表达了从心底的感谢，特别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保罗心存感恩。这也难怪他教导要凡事谢恩。曾经听过一位同工在提醒他们的家人说，要为自己所得到的一些赐福保守来献上感谢，并且呢，教导他们不能随便哦，要有预备，要用真心。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教导所领受的感恩奉献。这个是除了约定奉献或者我们说11奉献以外的一个奉献。许多人其实真的不懂奉献的精神，
时常以为我可以自由的决定我的奉献要奉献到哪里就常常换那事实上呢，奉献是一种基督徒的委身的表现。成为一间教会的会友，就必须要执行约定奉献或是使意奉献。遇到有特别的感恩的事，无论是喜事、生日或是其他值得感恩的事情，甚至如同遇到家里有人离开、丧葬事宜，得到教会许多的关心以及帮助，就要像保罗一样，心存感恩，献上感谢。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上主啊，垂听我求公道的呼声，求你垂听我的哀求，垂听我诚心的祷告。愿你宣判我无罪，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正直。你知道我的内心，夜里来查看我，您彻底考验了我，找不到我有什么恶念。我不向别人说邪恶的话，我顺从你的命令，不走暴徒的路。我一直跟随你的脚步，从来没有偏离。上帝啊，我求告你，因为你必应答我。求你侧耳垂听我的申诉，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拯救我。我倚靠你，就能躲避仇敌，因为我正直，我得以朝见你。我醒了的时候，你的同在使我满心快乐。感谢上帝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蒙福，能够蒙召成为主的仆人。感谢上帝赐下天使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感恩的心，乐意献上感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